讲到这15岁囡仔探因阿公出国偷赛车弄死人，新北教育是表示，校讲这囡仔上课表现拢真正常，未来嘛针对学生无牌赛车的行为加强辅导。也民间团体是呼吁讲，针对无牌赛车应该修法加重处分。少年无照赛车造成重大伤亡，顶回案发地点伫东湖市场透早人意愿真多，暗过路口点头一回有封锁线。这重大车祸造成3人死亡，店内也有2个员工受伤。昨天就赶快去就去在讲锵锵的啊，拍惊着啊，另外那个还在赶紧整理啊。调查姓詹的少年，今年15岁，趁阿公出国偷赛车找朋友。伊向员警表示是第一摆赛车，迄时阵紧张阁狂神。警方也发现伊伫冲浪进前已经驶上路10分钟。在东湖的亲戚家取得钥匙之后，是前往汐止的停车场取车。那从汐止的停车场再开回东湖地区。我们推算这个行车过程大概在10分钟左右。涉案的少年读高级产品建构班1年。经过警方询问了后，会被移送少年法庭，也通知车主，也就是阿公到案，不排除也砍下刑责。新北教育是反2点回应，根据校方汇报，少年伫学校表现正常，无迟到早退，也看管系队中，无照教唆学生广播加强辅导。我们去辅导之后，会发现这些孩子他其实真的是无知他真的是不知道，就是这样做可能会带来的后续的对于其他人的损害，或者法律上面的一个效果。驾驶教育或者这种交通教育，是不是也可以早一点教他？不会说，哎呀，我很好奇，结果我好奇乱来，反而像这样子闹出这是3条人命。最近5年交通事故的数据，牵涉无照驾驶每年占4万件以上，伤亡有7万人。专家点出，为家庭甲学校拢该加强教育甲法治观念。监管基金会也建议，有关无照驾驶应该修法加重处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